随着疫情的趋缓，观光产业开始迎接复苏的商机。疫情过后，旅游潮嘛开始展现，尤其旅馆业者更加是台南重要的一环。市府观光旅游局伫去年办理优质的旅馆认证以后，今年更加扩大办理优质的民宿认证计划，总共吸引248人次的业者参与，显示台南的民宿业发展加热情。台南市其实在这2年多的疫情我们基本上呢是逆势成长的我们跟其他的城市比起来，不管是国内外，台湾也是国外的一个奇迹在全世界。那台南在观光旅游、休闲产业更是另外一个奇迹虽然在2、3级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辛苦，可是我们在这2年多、快3年的时间，我们开了200多家的业者不管是旅馆或民宿。在今年，我们还有3家大型的业者开幕最多的房间旅馆的房间有到237房那在这个总共的旅馆跟民宿的家数上面我们也已经突破700家，我们来到了764家。在民宿的部分有502家。优良的民宿就是一定要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能成长这么多家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业者。第二个，我们政府也会努力全力来配合，包括中央协助我们简化程序，包括我们地方简化程序成立了民宿之后，我们能够让大家成为优质民宿因为订定了很好的标准，因此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那打造这块金字招牌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珍惜。因此，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好的风格民宿，跟大家一起来共享。这届优质民宿的认证计划是以旅客角度来定出认证的指标，透过培训的辅导加外县市的参访交流，进一步提升经营的附加价值，加创造特色的品牌。依照民宿的经营形态，有毛小孩民宿、生态景观民宿、风格民宿、亲子民宿加背包客的民宿5大类来自评报名。最后经过3关学实地并且通过优质民宿认证，总共有120间。下午分别由市长黄伟哲加观光旅游局长亲自来颁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